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中原地產，我係 Stella。今日嚟到何文田山道嘅龍柏花園，介紹呢間靚裝修嘅筍盤，我哋一齊望下。呢度係龍柏花園，低層 boy 室，實用687尺，2房2套。咁呢邊呢係望翻何文田山道，咁所以都好安靜，向西南。呢一間係全新裝修，裝修得好企理。咁一入嚟呢，佢右邊係做咗個開放式嘅廚房，咁都好新淨，全屋都。咁有2個套房，呢個係主人房嚟嘅，呢個大啲，同埋向翻何文田山道。廁所都裝修得好靚，唔使執裝修。呢個係第2個套房，咁佢做咗個書房。呢間裝修企理，連車位，如果大家有興趣，歡迎隨時 call 我。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